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31日，做伙来读《列王纪上卷》第3章到第7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章，所罗门甲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娶法老的查某囝做某。伫伊家己的宫殿、上主的圣殿，甲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也未起好以前，伊互法老的查某囝住伫大卫城，当时也未为着上主的名起圣殿，所以人民要伫山头端献祭。所罗门听上主，遵行伊的老爸大卫的命令，毋过要伫山头端献祭烧香。所罗门王去基本献祭，因为遐有上大的山头坛，伊伫坛顶献1000只精生做烧化祭。伫基本有一暝，上主伫眠梦中对所罗门显现，上帝讲：你爱我赐你什么，通对我求。所罗门应讲：你摆是大恩互你的仆人，我的老爸大卫，因为伊用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心伫你的面前生活。你阁收赐伊不笨的疼，就是赏赐伊一个囝坐伊的位，拄亲像今仔日安尼。上主，我的上帝，但你互你的仆人选接我的老爸大卫做王，毋过我要少年，毋知着安怎伫你国家。你的仆人住伫你所竞选的子民中间，这人民多到算袂得，嘛算袂了。所以求你赐你的仆人明辨的心，通判断是非，治理你的子民。若毋是安尼，啥人会当治理你遮多的人民？主真欢喜，所罗门安尼求。上帝对伊讲：你既然安尼求，无为家己求长岁寿，无求好业，嘛无求消灭你对得的性命，只有求明辨的心，会晓分别是非，公正治理。但我照你所求的互你，我赏赐你聪明智慧的心。伫你以前无人亲像你，伫你以后嘛无人亲像你。你无求的，我嘛要互你，就是富足、尊荣，互你伫世间的日子，无一个王会当甲你比。你若行我的道路，遵守我的规例甲诫命，学你的老爸大卫的所做，我就要互你长岁寿。所罗门困醒，知是上主伫眠梦中对伊讲话，就去耶路撒冷，徛伫上主的约柜前，献烧化祭甲平安祭，搁办宴谢请伊的人神。有一日，两个妓女来王遐，徛伫王的面前。一个妇人人讲：我的主啊，我甲这个妇人人住同间厝，我生囝的时，伊嘛伫厝内。我生了第3日，这个妇人人嘛生囝。阮两人以外，无别人甲阮做伙住。暝时，这个妇人人伫困的时，甲伊的囝綴死。伊半暝起来，趁伊的女婢伫困，对我的身边，甲我的后生抱起下伫伊的胸前，将伊死去的后生下伫我的胸前。天光，我起来要互我的后生食呢，无拍算，囡仔已经死。我详细看，发现毋是我生的囝。另外迄个妇人人讲：毋是，我的是我的，死的才是你的。第个妇人人讲：无，死的是你的囝，活的是我的。因伫王的面前安尼相争。王讲：这个妇人人讲：我的囝是我的，死的是你的。迄个妇人人讲：无，死的囝是你的，活的是我的。王佫讲：甲我举刀来。侍卫就举刀来王的面前。王讲：将我的囡仔划做两边，一边互迄个，
一边互即个我诶囡仔诶老母为着疼家己诶囝，心亲像火在倒，就对王讲：我诶主啊，将我诶囡仔互迄个妇人人，千万毋通甲伊杀死。另外，迄个妇人人讲：甲伊破开，即个囡仔毋免互伊，嘛毋免互我。王就下令毋通杀，将我诶囡仔互第一个妇人人，因为伊才是囡仔诶老母。全以色列人民听着王诶判决，就拢敬畏伊，因为因看见伊判断诶时有对上帝来诶智慧。第四章，所罗门王做全以色列诶王，伊诶人生记伫下面，撒督诶囝阿撒尼亚做祭司，示沙两个囝以利何勒甲阿希亚做书记，阿希律诶囝约沙法做史官，亚和亚代诶囝比拿雅做元帅，撒督甲阿比亚他做祭司，拿单诶囝阿撒尼亚做总督长，拿单诶囝撒布特做祭司，甲王诶顾问阿希撒做宫廷总管，阿代诶囝阿多尼兰做经济劳工诶监督。所罗门伫以色列全地设立12个总督，为着王甲王诶家族备办食物。每年逐个人公祭一个月，因诶名记伫下面，便互你伫以法莲山区，便迪甲，伫马加斯山边，别是麦，以伦别哈南，便希弗伫阿罗撇，嘛管理sở哥甲希弗全地，便阿比纳达伫得尼诶全山区，伊带所罗门诶查某囝他法做某，阿希律诶囝巴拿伫他那米吉多甲瓦郡撒拉丹亚述列下边诶百姓全地，对百姓到阿伯米荷拉到约面迄边，便基别伫基列诶纳伯城，伊嘛伫基列诶马拉西子孙埃尼遐个城，巴山诶阿尼格别地诶大城，共60座城，拢有城墙甲铜诶门纸。一做诶囝阿希纳达伫马哈念，阿希马斯伫拿弗他利，伊带所罗门另外一个查某囝巴什末做某，何书诶囝巴拿伫阿瑟甲比亚律，帕罗亚诶囝约沙法伫以萨迦，伊拉诶囝示每伫便雅悯，乌利诶囝基别伫基列地，就是以前阿摩利王西宏甲巴山王噩诶地。另外有一个总督长管理所有诶地区。犹大甲以色列诶人口侪甲亲像海边诶沙，因粮食充足，嘛真快乐。所罗门管辖对幼发列底河到非利士人诶地，直到埃及边界遐个国。所罗门在生诶日，因拢进贡归顺伊。所罗门逐日需要诶粮食，幼米粉5000公升，粗米粉10000公升，牛条内饲诶
肥牛10只，草埔的牛20只，羊100只，也有鹿、羚羊、赤鹿甲肥的禽鸟。伊统治幼发列治河西边所有地区，就是对提弗萨到加萨这个王国，伊所管辖的全地拢享受太平。所罗门活第一日，对但到八十巴的犹大人甲以色列人，拢伫因的葡萄树甲无花果树骹安然徛起。所罗门有4万斤拖战车的马条，阁有12000的马兵。遐个总督，逐个照因负责的月份，为着所罗门王甲王宫内的人准备食物，连一项拢无欠。因阁照因的职责，为着战马甲其他用途的马，运送大麦甲草料去需要的所在。上帝赏赐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，互伊的理解力亲像海边的沙，袂牛直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所有的东方人的智慧，甲埃及人一切的智慧。伊的智慧赢过所有的人，赢过以斯拉人以坦，甲马哈的囝希曼、加国、达达。伊的名声传到四围各国。伊做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伊讲论草木，对黎巴嫩的百香树到墙仔顶发起来的牛切草，嘛讲论走兽、白鸟、虫炭、鱼类。列国的王听到所罗门王的智慧，就拢派人去听所罗门智慧的话。第5章，泰尼王希兰听到所罗门续接伊的老爸大毕，受选入做王，就派人神去见伊。希兰一直是大毕的好朋友，所罗门嘛派人去见希兰，讲：你知我的老爸大毕袂当为着上主伊的上帝的名起圣殿，因为伊甲四围的对敌交战，着等到上主互因拢降服。但上主我的上帝已经赐我天的太平，无对敌，无灾害，所以我要为上主我的上帝的名起圣殿，是照上主对我的老爸大毕的应允，讲：我要互你的囝续接你，坐你的位，伊要为我的名起圣殿，所以请你命令人去黎巴嫩为我插百香树。我的工人要甲你的工人做伙做工，我嘛要照你定的工钱，互你的工人。你知，我无人亲像恁西顿人遐尼敖插树。希兰听见所罗门的话真欢喜，就讲：今仔日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赏赐大毕一个有智慧的囝，治理真侪的人民。希兰派人去见所罗门，讲：我有听见你传达互我的话，我会照你的需要提供百香树甲青树的材料互你。我的工人会对黎巴嫩运木材落海，绑做规排铺伫海里，拖到你指定的所在，伫遐拆开了后交互你。请你嘛照我的需要，攻击粮食互我的家。希兰就照所罗门的需要，攻击百香树甲青树的材料互伊。所罗门互希兰2000公吨的小麦，40万公升纯的橄榄油，做伊家内的食物。所罗门当年拢照安尼互希兰。上主照伊的应允赐智慧互所罗门，
希兰甲所罗门彼此立约，和平相处。所罗门王对以色列人民强制调人工3万，逐月日轮流派1万人去黎巴嫩，因1个月伫黎巴嫩，2个月伫厝里。阿德尼兰做监督，所罗门有运搬的工人7万，伫山里拍照的有8万。另外，所罗门有督工的官员3300人，监督遐个工人。因照王的命令，拍大搁贵重的石头，运来下做殿的地基。所罗门的师傅甲希兰的师傅以及加巴勒人做伙拍照，准备材料甲石材来起圣殿。第6章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480年，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2月，就是西回月，伊动工起造上主的圣殿。所罗门王为上主起的殿，长27公尺，宽9公尺，悬13公尺半。殿前的走廊深4公尺半，宽9公尺，甲殿平宽。伊为着圣殿做内面宽，外面挖的窗仔。伊伫挖圣殿，包括正殿甲内殿的外壁四围起厢房。第一层宽2公尺20公分，第二层宽2公尺70公分，第三层宽3公尺10公分。伫圣殿的内壁四围搁做房墙，遮免互婴仔插入殿的壁。起造圣殿的石材已经拢伫石场拍好，所以起造的时就无推波头甲别种铁器的声。厢房第一层的入口伫圣殿的南边，对第一层有光犁梯上第二层，对第二层上到第三层。伊用白香茶做梁，用白香茶板做厝顶。安尼，圣殿就起好。我圣殿的壁起的厢房，搭层悬2公尺20公分。白香茶的梁拢靠伫殿的房墙。上主对所罗门讲：关系你所起这间圣殿，你若确实遵行我的规例、命令甲诫命，我就要对你实现我应允你的老爸代笔的话。我要踮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一定袂放杀我的子民以色列。所罗门完成起造圣殿的工作，伊用配用茶板搭圣殿内面的壁，对涂骹到壁顶，佮用青树板铺殿的涂骹，佮伫殿内面的后边架一间内殿做至圣所，长9公尺，对涂骹到壁顶用配用茶板架起来。正殿长18公尺，圣殿内面的配香茶板拢有刻包仔甲花蕊，殿内拢用配香茶包地，连一块石头拢看袂到。内殿准备要安置上主的约柜，内殿长、宽、悬拢9公尺，内面搭纯金，香坛用白香茶嵌地。所罗门用纯金搭圣殿的内部，嘛用纯金搭内殿的入口，佮牵金链仔。圣殿的内部甲内殿前的香坛拢搭金，到规间圣殿拢搭满。伫内殿的内面，所罗门用橄榄茶
做2个天使基路伯，大家悬4公尺40公分，基路伯两边的膝，逐边长2公尺20公分，对这边的膝尾到迄边的膝尾约4公尺40公分。另外一个基路伯嘛相款，伊将基路伯下伫内顶的内面，基路伯的膝铁开，第一个基路伯一边的膝拄着这边的壁，第二个一边的膝拄着迄边的壁，因另外2支膝伫灯的中央相卡，伊阁用金搭遐个基路伯。圣殿的前灯甲内灯4围的壁，拢有刻基路伯、樟树甲花蕊的形状。前灯甲内灯的地板拢大金。色勒文阁用橄榄茶做入内灯的门，门楣甲门徛拢是五角形的条，利用橄榄茶做的2个门神，刻基路伯、樟树甲花蕊，拢大金。佮用金鑲伫基路伯甲樟树顶面，佮伫前灯的入口用橄榄茶做4角形的门徛，用青树茶做2边的门神，2边的门神各有2片为凹顶，顶面刻基路伯、樟树甲花蕊拢大金，佮将金拍平，鑲伫雕刻物的顶面。伊佮用拍好的石3排甲百香茶1排来起内埕。所罗门做王第4年2月，就是西佛月，系上主圣殿的地基，到11年8月，就是布勒月，圣殿所有的工程拢照计划完成，起造共7年久。第7章，所罗门起家己的宫殿，起13年才完成。伊阁起黎巴嫩林宫，长44公尺，宽22公尺，悬13公尺半，有百香茶的条4纸，条顶有百香茶的牛，内面有45枝条，每纸15枝，顶面用百香茶嵌着，阁有窗仔门3纸，窗仔甲窗仔相对，拢总有3盏。所有的门甲门徛拢是四方，有窗仔门3纸，窗仔甲窗仔3对，3盏拢是安尼。伊阁起有条的大厅，长22公尺，宽13公尺半，条的头前有走廊，走廊有用条托的天棚，阁起王位的厅，就是审判厅，王伫遐审判案件。这个厅的地板对这边到迄边拢铺百香茶。所罗门伫厅后面的埕起一间家己大的宫殿，起造的方法相款。所罗门另外为伊的某法老的查某囝起一间甲这个厅相款的宫殿。这个宫殿对地基到壁顶，对外面到大埕，拢是用贵重的石起的。这个石照寸切拍好，四面用锯仔修整过。地基是用大块贵重的石，长的有的3公尺半，有的4公尺，
顶面有照寸尺拍好贵重的石，嘛有配红茶。大埕周围有拍好的石3盏，配红茶1盏，拢甲上主圣殿的内殿以及殿的走廊相款。所罗门派人对泰尼请荷兰来，伊是纳弗他利支族一个寡妇的囝，伊的老爸是泰尼人，是拍档师傅。荷兰真有智慧、聪明，甲技术，熬拍逐项工器。伊来所罗门王遐，做王交代伊一切的工。荷兰铸造2支铜条，逐支悬8公尺，条的周围5公尺，30公分。佮用铜铸2个条斗系伫条顶，逐个条斗悬2公尺，20公分。2支铜条顶面的条斗拢有挂7组一目一目的网仔，甲一环一环的链仔，佮做2撮射流围伫网仔的周围，来装塔条顶的条斗。两边条斗拢是安尼，走廊条顶的条斗悬1公尺80公分，有刻百合花。两边铜条的条斗挖网仔边碰圆的所在，拢有射流200粒围着。伊徛2支条伫圣殿的走廊，正边迄支叫雅君，倒边迄支叫做普阿斯。条顶有刻百合花，安尼造条的工程就完成。荷兰阁铸一个圆形的东海，深2公尺20公分，直径4公尺40公分，周围13公尺20公分。东海的墩下面有包仔围着，每45公分10粒，有2排，是自东海的时上时铸的。东海安伫12只铜牛的顶面，3只黄白，3只黄西，3只黄蓝，3只黄东，牛尾黄内面。东海的弧度7公分半，伊的墩亲像杯的墩，形亲像百合花，会通堆4万公升。荷兰阁用铜制作10个分座，逐个座长1公尺80公分，宽1公尺80公分，悬1公尺30公分。逐个座四围拢有倒房斗伫家里，倒房有狮、牛甲基路伯。狮甲牛的顶面甲下面拢有浮出来的花环雕刻。逐个座有4个铜轮甲铜的车轮心，座的4骹拢有架，架铸伫盆的下面，四边有花环的雕刻。座对内面到顶面深45公分，伊的喙是圆的，直径66公分，阁有雕刻。座的墩是四方的，毋是圆的。4个轮伫柱的下面，车轮心甲座3人，逐个轮悬66公分。轮的形状亲像正车轮，伊的车轮心外环指甲内环拢是铸的。座的4角有4支架，架甲座连做一个。座的顶面有圆的孔，悬22公分。座的顶面有托管甲厨房，拢甲座连做一个。
土块甲土房顶面的空位有刻基路伯、狮甲苍树，四围有刻花环。依照同款的做法，煮10个做，寸尺、形状拢相款。互人搁做10个铜盆，逐个盆直径1公尺，80公分，重地800公升。10个盆的顶面，每一个座下一个盆，遐个座5个下伫圣殿的南边，5个下伫北边，东海下伫圣殿的东南边。互人搁做盆、托仔甲碗。安尼，互人为着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，两支挑顶碗形的挑斗，看碗形挑斗的网仔，400粒石榴分做两边，一边2排，安伫两领看碗形挑斗的网仔。10个盆座甲座顶10个盆，一座东海，东海下面12只牛，盆、tú仔甲碗。以上遮个器具拢是互人为着所罗门王去上主圣殿用光亮的铜做。遮个器具是王伫约旦边缘用苏角甲撒拉丹中间的黏土做模铸造的。因为铜做的器具伤多，所罗门就拢无过称，铜的重量无法度计算。所罗门搁做上主殿内所有的器具，金坛、摆献祭的饼的金桌、内殿头前的灯台，正边5个，倒边5个，拢用纯金做。灯台的花灯叶仔嘛用金做。灯台的杯、灯芯的夹刀、盘、放香的撇仔，甲放火炭的盆是纯金做的。上内面至圣所的门甲正殿的门的门钮拢是金的。安尼，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。所罗门将伊的老爸大卫所献的金、银甲器具，拢带入去下伫上主圣殿的府库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列王记上卷第3章到第7章。